攝影係可以引導小朋友細心觀察身邊嘅事物，透過鏡頭下去探索生活嘅樂趣，同埋你哋可以發現到小朋友喺鏡頭下嘅世界咧係非常之真摯嘅。專業攝影師 Brian 嚟到黃埔宣道小學，利用特別設計嘅互動教學課程，教授基本嘅攝影技巧，希望啟發小朋友無限嘅潛能。攝影咧，其中最重要嘅一環啊，就係尋找拍攝對象。Brian 咧透過 Look and Find 遊戲，預先喺同學仔熟悉嘅課室收埋起一啲造型玩具，引導小朋友利用微距攝影同埋 Zoom 嘅拍攝技巧，將影物拍低。哇！同學仔嘅觀察力真係好強啊，連 Brian 哥哥出嘅難題都難佢哋唔到。教 Van 仔係邊度去邊度？元朗去上水火車站。係喎，我都唔知去火車站，我以為元朗去上水，啱好嘅。攝影班其實都可以幫到小朋友去留意身邊嘅事物啦。咁佢哋如果睇到一啲事物好有趣嘅、好中意嘅，我諗佢都可以咧係拍攝落嚟，咁就做一個紀念啦，同埋都可以同朋友分享啦。叱咤 Canon Exus 卡冊同盟攝影比賽，快啲參加啦！